拜托，这要拜公妈，公妈拢还未食着，你要甲等调了哈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咧食的物件是拢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的呢。啊，我台底人一个赚无偌济，你知唔知？我咧管你！你若唔惊我死吼，我就唔惊你无命。安我啦，把紧啦，你也想哦。虽然你叫咱赔30万的医药费哦，但是拢总有3个人的哦，一个人分摊嘛才10万块尔，对不对？你安尼气到安尼？什么10万块尔？10万块抵我性命，你知无？今日不管安尼哦，我要甲你拼命！我你这摆是咧打棒球呀？哦，这个这记啊！哦，你这摆我等4个月，我所你缀咧怎变？恁翁仔某冤家嘛，真好钓，就你找我出去要创啥？就是安尼，翁某冤家，你嘛较有风度一个。啊，咱顶届咱去互拍，啊，人赔咱1万块，你安尼欢喜甲安尼，袂食袂困。啊，即摆我甲咱拍人，赔人10万块，你嘛无够地，对不对？你嘛是爱欢喜才对。对，讲实在啦，那迄钱吼，都爱有出有入，有出有入，咱免甲第四死，到尾摕了钱若死有罪，你知？爱欢喜才对。就是我欢喜，我那个死啊！欢喜，还赔人10万块来了，我欢喜会出。多数啊。莫安尼啦，10万块尔，翁仔某大安尼养搁拍，搁淡点来点去安尼，你唔知影恁一个小亮哦，甲阮住斗阵迄个阿娇啊，伊是偌欢喜咧，你知唔知？恁愈拍愈欢喜，伊笑恁讲无勇敢，啊，一撮钱都赔袂起，无要紧啦，了钱消灾，对唔对？钱搁趁到有啊，等你。是啊，我趁到有啊！你敢知影阮当开只猪仔偌济钱？10万块了，10万块赚几只猪咧？唔是啦，阿某诶，我知影啦。10万块你都赚几只？好啦，才3百。我会认真赚啦。啊，无安尼若规矩，我伫迄下早时啊要去菜市啊台底的进前吼，我会较努力打拼，先来去甲人洗衫裤，先来去甲人洗车，洗的煞才来菜市啊台底卖猪肉，卖了煞转来再过来甲人带囡仔兼甲人饲奶来做年母，安尼趁下油饲好唔好？袂用的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真是要赔10万块吼，我来甲你切。无啦，多少？好几趟。我看恁某吼，今仔日脾气真歹，火气真大，代志不妙哦。不妙啦！走啊！唔正经，拢嘛恁两个兄弟啊害，恁两个算什么朋友？恁两个？哼！啥物阮两个兄弟啊，拜托，我拍嘛是你拍的，先出手嘛是你出手的。你搁正常大哦。我拍两个，你拍20几个，啥物？起起！你搁加济？起起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啊，你坐落来。哎，好，既然甲恁两要坐落吼，恁都要有迄个勇气，你来听看嘛咧。我你别个这摆就在去喜个叫我，敢若死样的啦。对，唔是啦，你吵架闹架，安尼我家庭会不安啦。恁来负责家扛个店。你放心啦，大家老厝边老朋友啦，这代志呢，包在阮兄弟身上。但是今晚唔通入去啦。我基本啦，等你气息跌一了，先来。来，食饭。来。咱到时来食饭。当兵日到。当兵你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足可怜的，这阵人哦。为着迄赔偿30万的代志，安尼当啊烦恼，甲安尼起冤家起来，真趣味。阿娇，讲实在啦，啊，恁大兄敢真是有影要甲因提出告诉，搁要甲因罚赔偿30万？红阿姨，你看我敢遐爱钱？既然恁阿兄吼遐尼无爱钱，对无？啊，恁哪会家开出遐尼济数无？你安尼吼，家己夹到强要死，你知无？嘿，你会记哩无？顶一回吼，因3个人去互摸对无？啊，讲是我叫人去甲因摸的，我无影代志啊。结果呢，甲我卡油一个人1万块，会记哩无？这项代志你会记无？对。啊，我想到啦，安尼我知，你就是为着顶一帮啊，因安尼甲你摕3万块，即摆你超工要甲报一个鸟鼠啊，园长。我要甲伊教训一个啊。我就知影，阮阿娇毋是即款人咧，伊不但吼人水，心肝阁善良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万只是互因知影讲我咧甲伊骗咧，甲伊骗惊，互伊小紧张咧，明仔载才甲伊讲。好，这我赞成。一定死囡仔吼，你若无安尼甲喊一个吼，伊安尼蒙天亲啦。我还佫有一个更较好的办法。上好吼，咱严合逐个莫踮咧厝内底，
伊若找无咱哦，活惊伊都惊死哦。啊，自你来吼，啊，我也拢安尼无甲你请吼，永暗神煞带你出来去食一顿啊。姐，你请我食饭，我请你跳连八达。啊，无啊，啊，等我安尼一摸食摸，敢壁搁连会落去。哎呀，敢若水缸咧扫落诶。报告咱署长，因三个经过我的调查，一个叫做倒酒桶的，较早是电影界的临时演员，即马改行让斗相共台底。你讲台底？是。另外一个叫做黄俊，较早是小歌手，伫咧暗会唱歌，捌一挂乐器，干小伫高群，伫咧北斗咧走，人也是。那照安尼听起来，因三个收入都无偌济。我本来是想讲吼，要叫因赔偿摕真济钱出来，要好好甲因教训一下。董事长啊，你要教阮，嘛免叫因摕钱啊。咱即马有医生的证明，咱会用来报警察。啉酒醉吼，啊透透就在咧肥啥？我无啉烧酒咯，哪会酒醉哦？是咧靠安怎啦？全知影阮咧交车底。要讲的啦，莫安尼牵声背调啦。阮某对人走啊。啊！